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4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利未记25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19章第9节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实。耶稣基督与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敬拜上帝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以色列人寻求上帝，却以自己的角度，不是以上帝的角度，因此他们会在西乃山下制造偶像，并以为那就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神明。透过摩西，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守节。今天的经文包括了安息年、喜年以及安息年的问题等等。无论是守怎么样的节期，都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要从心里真实的敬拜。利未记25章第1节到19节的经文这样说道：上主在西奈山向摩西说话，吩咐他对以色列人颁布了下列的条例：你们进入上主赐给你们的土地后，每第7年要休耕，表示对上主的尊崇。6年当中，你们可以耕田、修整葡萄园、收藏土产，但是第7年要让土地完全休息。这一年是献给上主的，你们不可耕种田园，也不可修整葡萄园，连自然生长结实的谷类都不可收割，连未经修整而结出的葡萄也不可摘。这一年土地要完全休耕。这一年土地虽然休耕，但是自然出产的土产要给你们做食物。你们的奴仆、婢女、雇工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侨，牲畜和田野的野兽都有东西吃。土地自然出产的，你们都可以吃。你们要计算7个7年，一共49年。那一年的7月10日就是赎罪日，你们要派人到全国各地吹号角，这样你们就把第50年分别出来，向全体居民宣布这一年为自由年，为喜年。在这一年，所有卖了的产业要归还给原主或是原主的后代。从前被贩卖为奴的要得到释放，回到自己的家。第50年是你们的喜年，你们不可耕种，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谷物，也不可摘取未经修整的葡萄园所生产的葡萄。这一年是喜年，是你们的圣年。你们只可吃土地自然出产的土产。在这喜年，所有卖出的农产要归还原主。因此，你们要跟以色列同胞买卖土地的时候要公道。土地的价钱要根据从买卖时刻到下一个自由年之间土地可收成的年数来决定。年数多，价钱就高；年数少，价钱就低。因为所卖的土地是可收成的次数，你们不可以占以色列同胞的便宜，要敬畏上帝，因为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要遵守上主的法律和诫命，好使你们在这地可安居乐业。土地会出产谷物，够你们吃，你们要安居乐业。特别在喜年的规定上面，若不是真实的敬拜上帝，真心的顺服上帝的人是做不到的呀。
我们继续看到约翰的话，他提到的那一些受邀请、受呼召参加羔羊宴会的人是有福气的。天使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人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以真实的敬拜来敬拜上帝的人是有福气的。启示录第19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样说道：于是呢，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天使又说，这都是上帝真实的话。我俯伏在他的脚前，要拜他，但是他对我说，千万不可这样。我和你以及其他的信徒，所有守住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的，都是同样是仆人。你应该敬拜上帝，因为耶稣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那感动先知们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就是那真理，也是那通往有生道路，因此我们应当要以真实的心来敬拜他，让我们心里有上帝，领受他真实复活的救恩。诗篇53篇，狂傲的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可是人人都背离他，个个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上帝发问，作恶的人不明白吗？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经历他从来没有过的惊恐，因为上帝要毁灭他的子民仇敌，他弃绝了他们，使他们失望蒙羞。愿以色列的拯救从西安来，那时上帝要使他的子民重整家园，雅各的子孙要雀跃，因为以色列的人民要欢心。主啊，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求你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真心的敬拜你，以我们的生命真实的颂赞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